老师，咱今仔来到歌厅吼。听音乐哦。系啊，无过咱伫这个什么林，什么咱后壁是什么竹林。顶拿。嘿，咱后壁伫顶拿内面听歌咧吼。啊，这个人嘛真奇怪吼。伊讲伊要伫什么找伊的家啊？是伫顶拿内面咧。伊顶拿阴暗的内面来找着伊最后的徛家。因为伊安尼讲的原因是讲，伊伫台湾所看到就是足水的顶拿。是吼，观众朋友，你敢有伫迄个什么大影的迄个水边，有人伫水边要找徛家无？足奇怪的人吼，这个人真爱台湾，大家会甲伊记咧顶礼拜讲。因为伊伫台湾看到就是大影拍花，所看到就是顶拿，因为伊要对西边行去东边，拢爱经过真侪顶拿。原来是安尼哦！而且听讲伊来淡水的时候，伊就做爱即个淡水即个所在吼，感觉伊足水的，一定要徛伫即个所在呢。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吼要放一条即个歌吼，即个伊是马街吼，伊写的吼，但是有人开唱歌。最近迄个全国的青年吼，有足侪少年人吼，因写一出迄个音乐剧啊，嘛是写400当前的400当前吼，迄个荷兰人吼，观众朋友若会记，咱第一集有讲到400当前吼，迄个来台湾的吼，头一个宣教师吼，伊嘛写一条歌吼，是400当的英文吼，就是上帝伫台湾即个土地吼。有400当稳定哦。安尼咱继续来看即个毋惊什么，毋惊死的。内底就无惊。是。伫听的内面无惊吓，独独焦肠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既然惊吓的伫听袂有焦肠。你的心内若有惊吓，就是讲你的听也袂焦肠。所以其实毋免惊吼，若惊的人就是因为无听无够安尼。靠上帝，就毋免惊，知影上帝做我的帮衬，我就无惊。对，毋免惊的人生啊吼，所以呢，伊即个吼，带去互人顶石头。来厝拢拆了。伊伫台湾宣道理吼，伊对淡水去艋舺的即阵的万华嘛，万华北边呀，艋舺万华区啦。伊伫艋舺吼讲道啊，因为迄阵吼，人讲1府2鹿3艋舺，意思讲。台湾迄阵的府城上界大的都市嘛，来就是鹿港，过来就是艋舺。艋舺伫台北来讲是上大的都市，上大的都市一寡罗马囡仔就较济啊，因罗马遐歹囡仔就互足济人来甲伊闹，伊讲道理的所在吼，伊去一间教会就甲伊拆倒角。伊咧，佮甲伊用石头甲伊钉，虽然是安尼，马介牧师并无退后，伊佮继续佮来，伊佮来吼，就甲因挽喙齿，讲有人要挽喙齿，就替因挽免钱，就足侪人排队来挽喙齿，伊逐日拢安尼做，最后伫艋舺吼，就遐个人就感动，所以后来伊放假要转去加拿大的时阵，遐个人就光叫互伊坐啊，对伊非常好啦。遮个歹人对伊顶石头，遮个歹人，互伊的听来改变。因为马介牧师是一个有听心的人，因为伊有听就无惊吓，无怨恨，就继续甲因听。
所以伊就赢过这一切恶毒的对待。伫184年哦，台湾有爆发迄个法国甲就是清朝啦，清朝甲法国的战争，法国兵呢伫家人的所在登陆，后来伫英国的大使馆来顺着因的大使馆就讲全部外国人拢爱离开台湾，因为迄阵毋是讲因惊法国人来拍。是因为台湾人全部拢作怨恨所有的白人，因为法国人是白人啊，伊分袂清是法国、美国、英国对一国内伊嘛毋知，看到白人就甲杀，所以就宣布讲较紧离开台湾。马国因某甲因囝，因3个囝甲因某就是大省去香港。因为所有的白人拢爱出去，拢袂当去台。伊想讲伊无爱出去，后来有哪苦劝伊爱出去，所以伊后来就去香港。去香港的时候，就一直咧想讲要转来伊所听的。你看马甲的日记有写我无爱等烧战结束。讲我敢若想要把机会倒转去新马福摩萨，就讲伊足疼台湾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伊足想要倒转来。虽然小战，因为有哪是要转来。即阵足侪人惊讲会烧战，所以拢较紧走出去。阁有人而且是外国人，遐尼疼台湾，烧战阁想要转来这应该是把伊的生命拢完全来献予台湾的人。伊知影福音要伫遮传开，因为伊有责任讲台湾的北部拢伊的，南部就有英国的宣教师啊，伊就想讲北台湾伊若宣教无够，就是伊的责任，伊的毋对，所以伊做热心做，两个脚一直行路，逐日去传福音，传福音无办法通甲人，要安怎甲人和好，大声往满喙齿的，替人满喙齿免钱。是，咱当看到即个图迄阵去香港的是因为囡仔那种上细汉较2岁对吧？对，应该是比这个较细汉。更较细汉一岁是，所以震惊了对，清朝的政府有用1万块来赔偿马国牧师。那真好啊！互伊个重建教会，因为伊伫台湾的教会有10几间拢总互人家烧掉啊。毋是法国人烧的是台湾人家烧的，遐个恶道啦，就是讲遐个歹人，或者遐个恶道也好，还是讲罗马也好啦，因无烧，还是讲总是就拢互烧掉，烧掉清朝政府就赔，有啥物清朝政府要赔钱？有哪有可能是清朝的兵共拆掉的，甲教堂拆掉的，所以政府就爱赔钱。赔钱呢，马介牧师呢，伊就开始设计更较水的教堂，拢设计迄个尖台伊有10几间差不多伊建立的教会拢总互烧去。无猜，但是个起了真好，这什么因祸得福伊就去较好的教会教会当然就是用迄个在烧的器皿，就是摩西伫旷野看到器皿在烧袂烧人叫做甲用蜡烛烧，但是烧袂起。就是中乐教会一个马区因的记号，中乐教会的记号就是在烧的器皿，毋过器皿无烧起啊，火咧倒，器皿袂烧。迄阵摩西跟上帝讲话时，一个信仰器皿顶悬有火咧烧袂，所以马介有写一段话讲为什么伊的心情为什么会遐尼开放，遐尼听台湾？伊讲每一片的叶拢是一种语言，就是讲每蕊的花拢是一个声音，伊听到花在讲话，
伊听着叶啊伫讲话，就讲台湾的树叶、台湾的花蕊，拢真水。伊若像我伫遐甲伊讲大自然的奥秘，也是讲伫上帝创造宇宙内底，迄个特殊是怎样的好？哦，伊对遮来了解上帝，知影上帝甲伊讲话。哦，伊对伫每一片的叶啊，每一蕊的花，每一丛树啊，甚至于伫迄个顶哪内底，哦，伊拢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讲，伊迄阵咱想诶，就是因为伊台语打来是袂使安样讲，所以伊感觉花含迄个叶啊吼，会当代替伊讲话，所以伊会因咱想迄摕足侪新诶品种吼，入来台湾吼，像台湾即阵诶高丽菜啊，听讲各足侪菜吼，拢是伊为即个国外引入来吼。啊，摕入来台湾种，是，来，所以咱真正爱感谢伊呢。拢是为着基督，啥物拢伊人讲个座右铭啊，着座右铭哦。伊座右铭是拢是为基督。伊若是互人甲陷害，互人甲伊欺负，拄着足困难的代志，伊拢会想来讲袂要紧，拢是为基督。既然为基督，你家己就讲家己食苦袂要紧，因为你本底就是奉献互上帝。安怎食苦，迄甲伊无关系，拢是为基督的意思是安尼啦。所以我靠上帝就无惊任何的困难。咱来看1873年，伊有第一个学生，就是第一个门徒啦，叫做严清华，伊拢叫阿华。即个阿华帮助伊真济吼，伊去加拿大，等于加拿大东华到尾2冬，就是阿华伫台湾来代替伊的工作，所以教会咱继续落去吼。严清华因老母是对孤山岛，家人的边仔有一个孤山岛遐有一个孤山咱知影有一个孤山。伊知影讲是对遐啦，马甲就想讲，伫迄个偏远的，就讲迄个小岛内底无人去传福音，所以就要一只三板船啊，三板船那种三底板下咧做起来船，小只船啊就对啊，那只小只船啊，就开始出发啦，几个人就出发要孤山岛，毋过伊迄阵咧出发开始咧出行的时候，伫淡水要去孤山岛是较困难啦。你若伫宜兰要去较简单，直直去有看会就到啊。毋过伫淡水要去，爱阁驶过金山，就是驶过台湾的北边。所以伊要驶是驶了从迷路就讲伊毋知影伊驶到倒，嘛毋知影即摆船啊看到陆地是伫倒位。后来伊伫金山迄个所在吼，停落来补充，伊2日到遐，2日行还袂一半路，就伫遐补给水啦，去吃物件啦，补给好以后，去出发去行，去行时有哪有风甲伊扫去，伊家己嘛毋知，风甲伊扫去一个岛，一块陆地，伊嘛毋知影是岛，爬去才知影讲，哇，这就是孤山岛啦，已经到啊。厉害咯！送伊到位啊！上帝直接甲伊送去到迄个岛，伊毋知影怎行。所以孤山有哪有福音来传到遐？我拢毋捌去过这个孤山，这个第一摆听到。台湾人有去过无？伫宜兰地当看到一块岛。是安尼，迄块岛阁有人伫遐生活哦。有迄块岛有人哦。是，所以你若毋知影路不要紧吼，爱倚靠上帝，但是真正爱做功课啊吼。即本是做方便的，有啥物导航？即阵有船班，有会当去观光啊。迄阵无吼。迄阵无啦，迄阵无人去遐。所以毋免惊，拢是为着基督吼。你去迄个行毋着路嘛，不要紧安尼。真厉害诶！最后徛过，1901年6月初2下晡4点，
马介牧师就因为脑喉癌就过身，伊甲57岁尔就过身，伊的骨灰就是种伫即摆淡江中学内面，就是迄个图内底看见中迄个墓，中迄个塔，就是马介牧师的墓地。伊的骨灰就带伫遮，来搁一个因太太、因某的张聪明的墓地，来因大汉囝，无啦，因独一个囝毋是大，因大汉的是查囝，第二个查囝，第三个开始后生，伊后生的墓带伫即个位，带伫正边迄边，所以这3个就是因兜的3个人。两个查囝吼，听讲拢是嫁台湾人，就听台湾的。所以马介牧师伊有真侪故事，我看伫 YouTube 内底看得多啦，你也看袂了吼。咱看伊最后吼，伊写一首诗，台湾做台湾话，即马介写的意思啦吼。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隆重献给你。我的青春隆重献给你。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伫云雾中看见山岭，伫云中的空空观望着全地，无浪大海中遥远的对岸，我意爱伫遮眺望无数。我心为月小姐吼，笑的吼。伊是即个何家居士做的即个歌，我伊写的吼，真正是做听台湾即个，无但是即个土地吼，也是台湾人。咱的希望咱的囝孙孙拢会当听台湾。我心袂当挂咧台湾啊！我心袂当挂咧台湾啊！我一世快乐拢伫遮。嘛，我人生中的错尾站。伫大影较花乡城中，伫顶那摇动阴暗的内面，找着我一生最后的家庭。是甲伊的一生拢献予台湾，而且伊上欢喜的就是当伫台湾，无管即个所在敢有震惊无。
头的徛家吼，希望伫对。像阮这吼，定定伫国外流浪的人吼，就是希望一天会当转去到台湾，嘛是足侪伫外国的人，渐渐拢转去台湾。真欢喜吼，安尼就是即个无啥物，无惊吓的人生，对无？啥物拢毋惊，啥物拢毋惊，而且因为有疼吼。但观众朋友，你有想要啥物拢毋惊的人生吗？你会当来敲找上帝吼。你若毋捌着上帝的人，欢迎你去附近的教会来认捌即个上帝吼。伊真正是你的导航哦，人生的导航，对无？你行毋惊，行毋着，行毋着无要紧吼，直接用风甲迄个船吼，直接吹到你要去的所在。所以后礼拜一个下暗，台湾8:10泰国7:10，我即阵伫澳洲吼，愈来愈寒。观众朋友，恁遐天气好无？咱做伙过来讲台湾吼，嘛是希望即个节目会当互搁较侪人吼，伊会当搁较关心家己的国家，家己出世的土地，恁出世的所在，上帝拢有足侪恩典伫中间吼。安尼真欢喜，真多谢老师即2礼拜甲咱讲即个马街的故事。对，老师顶界讲要练迄个八个音哦，你讲倒一个字较好练？像因为每一音拢有字的，可能就是迄是东啦，东东动动动，这头前四音嘛，东动动动，来动动动动。安尼观众朋友会晓袂？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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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咚，迄个咚是基督的咚啦。咚咚咚咚，还是咚就是毒药的毒啦。安尼对，观众朋友知影这八音是啥物字无？会当写落来哦，甲咱讲有礼物，真好。安尼多谢老师，咱后礼拜感谢。